北京当局设置的再教育营受到外界广泛的谴责。外交官透露，周二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闭门会议上，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交锋。美国和德国批评中国政府拘留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出席会议的几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科恩指责中国打压和虐待维吾尔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兆虚回应称，美国和德国没有权利在安理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属于中国内政事务。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到这场会议时表示，北京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尔吉斯人以及在新疆地区的其他穆斯林的打压，并且试图强迫居住在海外的穆斯林返回中国面对不确定的命运，都引起美国的警惕和关注。2009年7月5日，中共占领当局在东突厥斯坦首都乌鲁木齐对和平示威者进行了武力镇压。官方数据称，该事件导致197人死亡，但是非官方数据显示，这次大屠杀中被杀害的维吾尔穆斯林将近100人。其实，上万名维吾尔人走上乌鲁木齐街头，诉求明确而简单，说6月26广东韶关维汉冲突事件刺激，不满当局处理，要求当局追究幕后黑手，惩办凶手，维护维族人权益。中共派出军警驱散并抓捕和平请愿的维族人，维吾尔族人不从，中共即开枪镇压。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联盟品台将在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举行抗议活动和新闻发布会。土耳其总统办公室的新闻官法赫尔丁·阿尔通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埃尔多安访华的一些头条新闻。他说，当埃尔多安会见习近平时，他提出维吾尔问题，中国邀请土耳其方面访问新疆。阿尔通说，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埃尔多安总统讨论了包括维吾尔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之中。他向中国当局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期望。马来西亚拒绝以色列的朝圣之路。外交部长塞福丁·阿卜杜拉说，马来西亚强烈反对以色列周日在东耶路撒冷、希尔万附近开通所谓朝圣之路。他说，普特拉贾亚对此举感到悲伤，并且永远不会同意以色列单方面采取的行动，例如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建立新的检查站。这项行动本应与巴勒斯坦人协商完成。忠诚和力量协定一直是一个热门的发展，这是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发生重大危机的问题之一。尽管有华盛顿和北约的反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正式终止1987年协议的法律。根据美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87年签署的协议，欧洲禁止部署射程为500至5500公里且能够佩戴核弹头的导弹。